真侪人亲像画面安尼，目药水只要3顿点，目睭一个酸涩，就灌4点目药水，安尼较快活。目药水若是点一个伤过济，可能颠倒伤到目睭。有一个患者目睭无爽快，家己去西药房买目药水转来点，点一礼拜了后，目睭颠倒红搁肿，感冒小可暖去。眼科医师讲，市面上伫咧卖目药水，大部分拢是有抗生素，也是有美国仙丹。若是点一个伤过济，引起到这个成分流伫目睭鳞的表面，可能就会伤害到感冒。点目睭药啊，上好一工莫超过4届。目睭甲荧幕真调着，用目睭的时间伤过头长，真侪人会摕这个目药水来点。不过这就爱细字，目药水若是点伤济，颠倒会去互目睭受伤。都有一个目睭感觉无爽快的患者，伊家己去买目药水来点，发现讲袂歹，伊就安尼一直甲点，连续点1礼拜了后，伊的目睭就出现搁红搁肿。上尾啊，伊的眼感冒煞烂去，看物件袂清楚。尾啊，紧去互医生看，才发现讲是伊买的目药水有加抗生素，而且伊伤接用，用了伤过头济。一般我们最常开的处方大概是3次到4次，所以有些人他买了药之后点个2-3天，他的那个一开始点有效，可是点了2-3天之后越点越红。把这个目药水当作水咧洗目睭，这声代志大条啊！医生讲，特别是这个市面伫卖目药水，真侪拢是有加抗生素。美国仙丹也是讲一寡这个防腐剂，这成分若是囤伤济伫咧目睭仁顶悬，安尼目睭的角膜甲这个结膜的表皮就会受伤。这到底是要安怎准则才会较拄好咧？医生建议讲，目药水一届简单会当滴一滴，一工莫超过4届，而且目药水伫咧开1个月以内爱甲用了，若是无用了，就甲稀释。另外，这个目药水的成分嘛要真紧则来甲紧。如果你只是眼睛疲劳或是说眼睛干涩，有一点那个白白黏黏的分泌物，我会建议就点一般的人工泪液就可以了。这几年，无论这个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目药水，拢有真侪款，不过使用的时都要质量，才袂安尼气倒下颠倒，互目睭更较吃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